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那么，咱来读教部的朗读稿，114年度社会组的。这社会组的朗读，敢若拢是伫咧迄个啥全国赛进前才会公布的款，所以现主是无115年度的，敢若有114年度的，所以因迄个啥。比赛拢是迄个12月，所以咧有兴趣就来网读。大家朋友，我毋知你敢看会到迄个啥114年度的朗读稿，反正讲有就拢参考。若无我就小打一下，互我淡薄仔时间。当然，共这个时间我有伫迄个啥 YouTube 有开一个直播，所以。拢参考，我得学台语的方法甲资源，即马是不哩啊济，甚至就只有看到人分享迄个做啥，外国人哦，迄个原来是法国倒位的，讲是因为因某是屏东遐，所以伊嘛想要学台语安尼吼，啊又伫线顶找到一个老师教伊台语安尼，啊这是佚头要学一个语言，真正是。有一寡困难的所在，毋是安尼简单。但毋过，你若学到手了，其实安怎讲，迄个趣味嘛原在，嘛是不哩有趣味的啦。所以我伫确认有搭迄个啥114年度的朗读稿，啊个一寡学台语的方法。当然，我想要放伫咧顶悬，是毋是我会使甲迄个 YouTube 的连结？放伫顶悬，可能嘛是种方法款。伊伫 YouTube 顶悬有迄个啥，我那嘛放袂少资料伫遐啦，所以凡是会使做一个迄个啥，平仔分享安尼。看卖真白啥？好啦，安尼先安尼分享好。个什么好？搁要讲迄个啥？目前为止，教育部是公布到第5批的款，我印象中，所以可能来这个，安尼可能就在互相，迄个啥互相参照是安怎？当然，伫迄个啥，YouTube 顶悬我无放，我毋是直接，我毋是分享朗读稿的画面。我是分享迄个做啥，教部的商用书店的画面，所以若要读的时阵啊，拄到一寡字词，感觉因尤其这个社会组的字词，社会组的文章伊相对较有难度，所以会使加学到一寡字词安尼。当然，我就讲学语言就敢若可能我嘛来搭迄个啥，迄个有一个人分享的迄个。拄只看，我毋知伊当时放出来啦吼，所以可能会使来分享安尼。所以安尼我可能嘛甲伊搭去迄个所在。坦白讲，多法来拄好，时间来拄好啦。特别时间暗时9点至10点，做伙来遮读寡册啦。最近是因为迄个啥，动作要参加教育部认证考试，所以就甲读这个朗读稿安尼。当然，这个朗读稿，这个朗读稿啥？是114年度的，读完可能读115年度安尼。好啦，我伫9点进前呢，随我意，我就继续来读这个那春水的第3本小说，读咧嘛要读完啦。伊内底有真正够侪迄种3字词、4字词，我感觉是，我感觉是宝库啦，宝藏安尼吼，真正真珍贵。当然，在人介意啦，所以罔听。是读到多，我读到一个段落呢，应该这2页使读完好，甲这2页读完好。头前就讲到。
迄老母拢是感觉囡仔是交着歹朋友，才用拖歹去啊。每一个老母拢安尼想，拢毋是讲家己囡仔毋学好安尼。真正是有即种甲囝性格会爬壁的老母，较加嘛，互规家伙仔喂头量背到尾流啦。互银行赶出门的米主，就安尼搬去住松原伫上山的厝。过差不多2个日，同款的出头搁来咯。银行嘛来向上山的厝要拍卖，米主煞找无所在通居。松原有去拜托住伫南方蚵仔的小弟吉南收留家己的老母。毋过，这颗小弟颠倒甲因老母米主呛赌讲。你的钱拢互兄哥松原甲你拐去拍喷用，爱叫松原举即个大头才对，会使找我咧。进无步退无路的松原，郭不中就去找住伫苗栗上班的小妹文英帮衬，让伊收留老母米主，料袂到伊拢无计划，对喙随应好。即内底因端是拄好文英干翁是伫做卖早顿。兼下豆奶的生理人，老母若来大，是加一个会做工课的骹手，无拖累着少年的生成就袂嫌伊。搁颠倒讲转来，米主是一个骨力挺直的老伙仔，逐工拢真早就爬起来，甲文英因翁仔某下石帽啊起大灶，兄豆奶袂嫌粗重，嘛袂紧工课，互伊有通食甲大，代志。圆满啦，搁过无偌久，连松原嘛走互祭主入，同款嘛是米去苗栗，厝踅伫文英豆奶店的边仔，通甲老母看头看尾，顺续做伴。松原走米去苗栗，就无介久，金记伫家己的厝，同款利息拢无起纳。有人来通风，互金基仔知。论真，银行是爱你的利息，会叫行员来高正加减催尔，因未随甲厝地送互法院来拍卖。这个催缴期间，金基有打电话找松原，伊生成是关机村语音信箱通听，后迄落胆通接的，料袂到敲互何人的颠倒会通。金基问何人讲，我看你着温顺故意，是安怎会甲松原斗空来骗我咧？阿哥，松原何人真无答话应讲，我嘛互松原害甲破产去，阮嘛早拢离言啊，为着要渡三顿，郭不中才会安尼做。哈，恁第时离言呢？去家己甲你规个进前一个日。你安尼真夭寿棍呢，做即款无天良的代志，你会无好尾啊？话就袂讲煞，何人就挂掉去啊？同款纯语音信箱通听，所以这有当阵啊讲着钱项的代志吼，是真歹讲的啦。所以当然另外一个讲法是讲，食偌济用偌济是做好好啦，也免伤。溪海吼是安怎我毋知，好，反正拄则是超工拄啊，甲迄个读到一个段落就对啊，搁刷落去是用另外一张啊。好，时间也到啊，所以就转来读咱的朗读稿。这个朗读稿是要读114年度社会组第11篇哦，翕相。我毋知这个啥，志愿还是有呢？恁手头敢有文稿通读，还是？罔看，因为我无伫咧迄个 YouTube 遐放迄个啥，分享迄个文章的画面啦。其实认真要看，看嘛是应该是啥。好，来，伊这篇1、2、3、4、5段，因为我就讲伊这个文章拢是720至750字，现在听起来看起来拢差不多750字较侪啦。好，反正我就先读这2段啊，志愿有呐。才罔参考安尼，我读第一段可能较长啊，第2段、第3段无算短，普通。进3个人拄啊，我读一段，恁拢读前2段吼。来，第11篇翕相，
单玉册，我读第一段了后，志愿读第二段、第三段，尾啊2段才有哪读啊吼。因过阮阿公阿嬷因迄运的人，罕得有机会通翕相，有通翕相，嫁娶旧伤真换新，也是靠下啊，要传百岁年老用的，才会去翕相馆翕相。阮即运的较大汉的时阵，经济变较好，阿叔学一台翕相机，阮才知影翕相的技术真有学问。彼时便啊办身份证，报名考学校，考驾照，找头路寄履历表，是大人做生日、结婚请人客、游山玩水，拢爱翕相洗相片。翕相馆的生意足家业，逐口罩大大细细相扑滚啊拍，互人少年的记忆坐甲袂讲着。我来志愿换你。喂，有声音来，你请念。有。咱科技时代的上利便，不管是手机啊、体力，会当翕相、搁录影，连用电的伊拉片嘛会晓。毋过翕东翕西翕啊一大堆，来来来去，相片拢放伫电脑云端顶面，安尼叫出来洗，放时无洗袂开始，免定位，看互翕相馆倒甲尾了啊。搁读一段，你搁读一段。若讲甲翕人翕风景，笑开，莫讲，嘛有人翕鸟啊、叶仔，翕鸟啊、叶仔爱有专业的翕相机，才翕袂明，翕袂水。若是干那要翕有着，看会着，时机会拄好，用手机啊翕嘛会使。有一摆拄着连续，有一摆拄着乌连续就几啊工。手啊淋雨水淋到要，迄叫啥？巴迪都就是足巴艺术啦，迄是一个撞声词尔。手啊淋雨水淋到巴迪都，足有精神。对火电脑收拖磨，火变落甲规涂骹，后来雨停啊。到菜也有几类花无拍歹，还去食顿的碟仔紧来竖花面，阮内骹尾豆豆仔挖紧，伊的石鼓，是咧这字我袂晓读。石鼓叶 IAT， 啊叫逆骹尾，伊的石鼓叶了小可较慢。伊的石鼓叶了小可较慢，我着翕伊的形影。只啊清楚，但若石鼓迄条有一点点啊浮浮尔尔。有哪话你？翕相毋是凊彩翕凊彩水，网络顶有人分享撇步，一骹踏头前，一骹徛后壁，前后步安尼翕出来会较落较水。直白的翕法会当表现关度，歪白的会当表现看懵懵的气势。处境爱有前有后有深度，画面结构掠九宫格。自早就有人写册小解啊。咱若是真足看伊的理论甲实地，较接去看卖，久来会愈来愈艺术。互人学乐，家己嘛感觉足有成就的。人生的坎站多变化，记伫毋通无影食。以早少年时，我举笔写日记，即马用翕相写日记，趁身体要勇行。紧来加翕一寡亲情朋友、风景、风俗、文艺活动，互时势知影我目睭内的。有情世界生做啥款？好，感谢，读得真好哦。好，毋知咱台顶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我著讲伊即个啥，社会组的文章的用字，就是会较无有诶字词啦。吼，搁要讲第三段、第四段，有一摆拄着雨连续落几落工，我咧想应该是落几落工啦，应该是想要用。
同时定态应该毋是可要讲的，咱会讲什么物件落落去嘛？迄、个落落嘛是即字，嘛共款即个啦吼。啊，即是我咧想应该是落雨，啊，即是伊的落雨，伊是用迄个啥，动词他字就对啊。当然，若敢若落过落工嘛 OK 啦，只是迄个啥，第一次大家用动词他字的时阵，迄个啥，情景还是语境就佫无共款啊呢。好，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因为即字本身就是过落音嘛。我伫确定有搭一个可能当人分享出迄个啥，一个法国人的款吧。听起来看起来，迄个法国人佫伫咧瑞典语，是啥？佫是啥物语我袂记啊，所以学台语吼。所以诚侪语言学做伙的时阵，就一寡互相帮衬，还是啥物货啊哩。然后这篇文章我就讲。落几落工嘛吼，然后枵鸡失顿，就是无通食嘛。啊，有啥物？我看啥物书？这篇的迄个四字词可能较无遐侪。哦，花斑、我是读花斑，我看卖到底是啥物字我袂记。因为迄字是可要讲柑仔一瓣一瓣的瓣吧。花蔓，我会记是花蕊，伊讲花朵的花片嘛，蔓，所以这里是迄个，即算啊，落声字吼 ，van， 当然伊嘛有斑的音啦，有宝甲宝的音嘛呢。当然其他腔口我毋知影啦。花蔓，然后佫有啥物事？金石、叶笔、写日子。吼，迄个叶，因为咧讲是古咧叶啦，迄个是 IAT 啦，我会记是 IAT 吧。叶。当然，即马即个音，古典音当然是叶啦吼，啊伊就主要音变嘛。叶，伊 IAT 也变 IET， 啊变 ET 啊呢，所以叶，即马敢若，当然到底是修 IAT 第8条，迄读念是爱读叶即个音，要毋过朗读的时阵叶。朗读时阵啊，读对 IET 甚至读对 ET 会去用掠包的，我毋知影。伊口语上就是不了侪人拢已经拿来拿新单音啊哩啊，所以叶风，叶啊，伫咧叶伊的实骨，就当做叶风这个动作嘛。当然，迄个叶风，你要摕开线来叶。还是手淡仔咧叶，拢是 OK 啊。所以即个物件，即个音是安怎讲？有古典音甲近代音啊呢，我是安尼想。好，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还是有人要自头读到尾？还是有啦？你读头前3段，啊，志愿你读后面2段，伊对遮拢无读到过。好，我恁读。第11篇翕相单玉册，顶过阮阿公阿嬷因翕运的人，罕得有机会通翕相，计带旧身份证换新，也是较有血啊，要传百岁年老用的，才会去翕相馆翕相。阮即运的。较大汉的时阵，
经济变较好，也即学一台翕相机，阮才知影翕相的技术真有学问。迄时便也办身份证，报名考学校，考驾照，找头路，囝履历表，是大人做生日、结婚，请人客，游山玩水，拢爱翕相、洗相片。翕相馆的生意足家业，目口罩大大细细的相簿几若塔，互人少年的记忆坐甲白讲一。到当科技时代上里边，不管是手机仔摕咧，会当翕相、佮录影，连幼稚园的囡仔屁嘛会晓。毋过翕网翕东翕西，翕甲一大堆，来来来去，相片拢囥伫电脑云端顶面，喊你叫出来洗，讲是无洗免开钱，免卖定位，煞互翕相馆倒甲要了啊！敢是到？你搁读一段。好，那个翕风景，笑开莫讲。嘛有人请翕鸟仔、鸭仔，翕鸟仔、鸭仔爱有专业的翕相机，才翕会明、翕会水。若是干那要翕有着，会看一时机会拄好，用手机仔翕嘛会使。有一摆拄着雨连续落几若工，树仔淋雨水淋甲巴伫拄，足有精神。水花颠倒受拖磨，花蔓落甲规涂骹，后来雨停啊，加在还有几蕊仔花无拍算去，遥记失长的鸭仔，紧来数花蜜。我见头尾豆豆仔挖紧，伊的石骨热了小可较慢，我就翕着伊的形影，不只啊清楚，敢若石骨迄只有一点点啊，雾雾黏黏。好，感谢啊！来，志愿话你读这两段，会记落来，罔听。翕相毋是凊彩翕凊彩水，网络顶有人分享撇步，一骹踏头前，一骹踏徛后壁，踏前后步安尼翕出来，会较倒较水，一百个翕法会当表现悬度，换一百个会当表现看茫茫的气势。处境爱有前有后，有深度，画面结构掠九宫格，自早就有人一只册介绍啊，小解啊。咱若是真少看伊的理论甲实的较接去看卖，愈来愈艺术，无人学落。家己嘛感觉足有成就的。人生的短暂多变化，议题毋通无影食。以前少年时，我夜笔写日志，即马用翕相写日志，趁身体也勇行，紧来加翕一寡亲戚朋友、风景、风俗文艺活动，互时势知影我目睭内有情世界生做啥法。好，感谢啊，真好。拄则迄个第一段啦吼，百岁年老，有些什么啦？3年的背景声。3年的背景声会款，你无听到？所以我就先来刷落去，歹势。拄则迄个百岁年老啦，目前当然，因为这是等于是一个固定用词啊啦，固定用词啊就是迄个啥，伊迄个啥固定读法哦，百岁年老，因为固定有修这个词嘛，所以应该是当然伊有腔口差hiệu。百岁年老。有百岁年老甲百岁年老，当然迄个岁字，敢若有人是搁另外一个腔，迄是啥老庄腔还是啥百岁嘛？当然这
照你的腔口去读啦。所以这种四字词应该就是安怎讲，会拢变调。百岁年老，百岁对不？岁岁百岁年老啊，对不？所以敢若老是第七条无变调啊，剩的就是会变调嘛。百是第四条嘛，所以会变接近第二条嘛。啊，岁是第三条，伊嘛会变第二条嘛。啊，年第五条，有的人是变第七条，有的人是变第三条，是不是？百岁年老，我是读百岁年老，所以可能就是讲参考啊你。当然，伊嘛有足侪近义词啦，啊，近义词大概就是即个百岁年老较啥好结调哟，就是食到100岁嘛。啊，当然，搁一个我嘛较常用，我是用100年啦，100年以后嘛，3年嘛来啊吼。阮对头读的是即个第11篇啊 ，Carol 无读到，3年看你两个要做轮流读无？一个读头前3段，一个读后面2段。3段差不多。好啦，拄则是分做3段2段啦。会较有听啦，啊，我无法度嘿。好，无问题，安心自在。有兴趣才做伙来读了安尼。敢若真久无听到天的声音，无看到天出现安尼，讲参考。反正毋免真熬就开始，爱先开始才会变熬。天看有要起来做伙读无？好，安尼起路是毋是你读头前3段会使无？还是要读2段、3段拢会使？互你家己决定。因为阮阿公阿嬷因迄运的人，肯定有机会通翕相。过川有身份证外省也是较有岁啊，要传百岁年老用的，才会去翕相馆翕相。阮即运呢，较大汉的时阵，经济变较好，阿姐拍一台翕相机，阮才知影翕相的技术真有学问。一时便拿办身份证，报名考学校，考驾照，找头路寄履历表，是大人做生日、结婚请人客、游山玩水，拢爱翕相、洗相片。翕相馆的生意足高额，大口罩、大大细细的相簿规偌摊，互人少年的记忆坐甲袂讲得。到当科技时代上利便，不管是手机啊摕落会当翕相搁录影，翕相搁录影，连幼稚园的囡仔片嘛会晓，毋过翕讲翕东翕西翕甲一大堆，赖来赖去，相片拢放伫电脑云端顶面，安尼叫出来洗，讲是无洗免开钱，袂定位，说好翕相馆都甲白了啊！若甲迄人迄风景扣开，莫讲，嘛有人翕鸟啊、叶啊。翕鸟啊、叶啊，爱有专业的翕相机，才翕袂明、翕袂水。若是干那要翕不着，会看着时机会拄好，用手机啊翕嘛会使。有一摆拄着，互连续落几啊工。伊是落几落工，伊有2个落，伊有2个落几落工。有一摆拄着。互连续落几落工，伊是用动词是定拍，伊毋是落落来迄个概念嘿。树仔啉水，树仔啉雨水，啉甲饱伫拄，足有精神。水火颠倒受拖磨，花瓣落甲规涂骹，花瓣落甲规涂骹。嘿，这就是落啊，这就是落。后来雨停啊，加在还有几蕊仔花无拍歹去，腰肢失断的叶仔顶来数花蜜，我内骹尾豆豆啊挖进，
伊的舌头一了小看伤慢，小看较慢，我就翕到伊的形影，不真啊清楚，敢若舌头迄只有一点点啊糊糊尔尔。好，感谢。天啊，你有对着无？你若有对着，我会使了，我会使试看卖。好，无问题，来，互你读后壁两段，慢慢来。后壁两段是嘿，小等了。翕相毋是凊彩翕，凊彩水。网络顶有人分享撇步，一骹踏头前，一骹徛后壁，踏前后步，安尼翕出来会较落较水。直北100度的北，量词嘛吼。直北的翕法，会当表现弯度，弯北的宽北的会当，伊拢是 A 嘛，只是一个是 A， 一个是 A 安尼。宽北的。宽北会当表现画蒙蒙的气势。处境爱有前有后，有深度，画面结构了。抓九公结。自早就有人写一个小解啊，咱斟酌看伊个理论甲实力嘿 SITLE 实力。较食看卖，愈来会愈艺术GESUT 艺术，互人学到，家己嘛感觉足有成就的，人生的学习都变化。记忆通无影碟，以早少年时我举写日记，即马用翕相写日记，趁身体用行紧来加翕一寡亲情朋友，风景、风俗、文艺、文艺活动 GE。文艺活动，好势时势，知影我目睭内会有真世界写做啥款。好，真好。你的腔口是生做，你着把你的腔口保留来。头前迄个我是读文音有情世界啦，当然系有情世界啊。当然，这个有情，对角是无情嘛。啊，另外一个，人生咧是讲，以佛教来讲，伊是分做有情众生甲无情众生啦。啊，有情众生就是迄个啥，会听会有反应的，吼，动物通拖济嘛。啊，无情众生就是遐食物类的嘛，就是。你摕刀甲拄，你摕针甲威，伊袂直接反应互你看。当然啦，见笑草会啦，你甲绑伊就免落去嘛。啊，毋过反正就是食物类的，因是甲伊讲互做无情众生啦。啊，这是有情嘛。啊，就是讲看到花花世界，拢当作是有情世界。啊，我是读文音啦，一般大部分嘛是拢读文音较济啦。有情世界。好，然后当然有一寡字。可别讲，即内底是毋是有？我都有看到袂记。上尾段、上尾句嘛，目睭内嘛，当然目睭 OK 无问题。啊，毋过目睭内，即种啥物内会，伊就成做一个词组嘛。当然，即种词组，伊就是照一般的变调啊。照一般的变调，最近有看到人，毋知是伊呾咧学还是安怎？伊咧写白话字的时阵，太拢。
敢咱头前两字伊会当做一个词还是啥，或者是有别个词，有当两字三字三字的时阵，有当阵你到底要头前两字一组，还是后壁两字一组，这可能有当阵看习惯。啊，当然，对教育部来讲，伊的连字符伊也无足要义的，总是可要目睭来大概，袂你就是三字甲伊整做一个词组，拢用连字符连起来，啊，若无就是头前两字啦，大概袂高敢若后壁迄两字就来甲伊念做一个词啦。尤其你若写罗马字的时阵，大概是袂安尼写啦。啊，汉字就较无即个问题安尼。可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当然，一寡字词，就是我著讲社会组的文章，伊会较安怎讲，相对较深。讲第一段有一个翕相馆的生理足佳雅，即两字当然有两个意思嘛，一个是交易嘛 ，to deal with， 对无？生理有买有卖，这就是交易嘛。啊，毋过伫即搭遮是讲，迄个时阵大家拢咧翕相，啊翕相拢会说出来，就是翕相馆的生理就是安尼做甲袂得通好去安尼。啊，当然尾啊，上面是因遐的药水爱处理，上面是即马足侪拢无咧洗啊。啊，所以第二段就是讲啊，讲是无洗免开钱袂定位，所互相馆倒甲要了去安尼。我毋知各位朋友捌试过无，就是讲，你用手机啊翕相，或者是即马拢电子式的嘛，数位的嘛 ，digital 嘛，啊是毋是你会使一个日拣一张，对，每月精选吼，你一个日拣一张，啊一年拣12张，洗出来了，你甲遐个相片洗出来去做啥日子？当然是一个日的啦，有一个啥物桌历票，啊是。我要讲的是，有当阵啊，你无洗出来，伫手机内底是敢若真方便。要毋过若阵讲有洗出来，啊，你一个日拣一张，或者是你一礼拜拣一张，一年52礼拜你拣50张，啊，你家己整做一本安尼，吼，变成你的作品集安尼，这嘛是一种方式。啊，当然即马，你要去找相馆翕，找相馆洗敢若无啊？即马。甚至是利便商店内底嘛，挺好洗，对无？你家存伫咧迄个 USB 去利便商店倒入去，就挺好叫档案啊！啊，甚至伊迄因即马因是毋是拢集中还是啥？反正就是你会使家伊洗出来，啊，伊可能才送来。我是目前也未安尼用过啦，啊，只是有当阵这种方式可能嘛会使甲你的翕的作品洗做具体的相片安尼，这大概是最近我有想到，应该是讲不了久真有想到啦。啊，总是即马会洗出来，敢若较无遐济啊。除了伊第一段所讲的嘛，是因为要考驾照、要报名、要创才会去翕嘛，办护照啦、身份证这种的嘛。好，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安尼，咱就来读后一篇。后一篇汉字的滋味，吼，当然会有一寡无共的腔口啦，吼，啊，可能我的腔口可能嘛当乱去啊啦，吼，啊，可能就是大家讲参考安尼。这篇有几段？1、2、3、4、5、6，虽然讲是6段啦，啊，毋过最后一段敢2段尔。好，安尼我读一段了，咱就照这6段的顺序。啊，3年你若方便读就读，无方便嘛无要紧，反正就安心自在啦吼。1、2、3、4、5，志源、Una、Carol、Sunny、Tina 安尼。好，第12篇汉字的滋味，单娇容。汉字是澎湖人的母亲，靠伊饲阮一代一代的囝孙啊。毋过喙白，那是喙白啊，这个是一个，我是学台语了后才知这个事啦吼。毋过喙白讲到汉字就怨切，因讲缀汉字串签几日的拖磨啊，互因忝甲像老狗。食汉字食甲臭屁一直单，互因写面子。反直讲到汉字就亲像冤仇人，有影咧。早前是真侪人食汉字食甲惊，
毋过嘛会伤空伤芳，变真侪好食的番薯料理出来。我来志愿我你读一段。有番薯是上市上的煮卖运饭的时，拢会拜托是大人，爱甲阮番薯哦，阮较枵塞，腹肚内的摊食重，袂堪你等番薯都放入去灶空内无偌久，就赶紧野出来要食，也袂等你甲炒大的番薯皮掰掉，大碎碎碎就咬落去。谁人知是半生熟，见笑惊人知。咱煞无啥个，见笑惊人知无去，见笑惊人知。见笑惊人知，嘛是甲熟的熟的，摕起才毋甘丢掉，才毋甘丢掉。甲已经摕甲密密麻麻番薯放入去灶空内补 ，OK， 好。喙白，有哪话你后一段？除了补番薯，过年过节买做番薯甜，番薯煎。这番薯煎较高工，爱先甲番薯杀熟，南瓜、葱仔煮、盐、五香、烂做番薯切。小黄点做一块一块，才烧好圆圆扁扁，尾啊才落油鼎煎。这时灶骹内是香滚滚，声甲阮喙烂插插顶。是大人甲要摆的扣扣做一半，剩的就互阮踢喙空。阮是食甲连喙仔油油，嘛毋甘切起来。好，真好。再来 Carol， 你读一段。讲到番薯，互我弟弟上深的是细汉的时，汉姑娶某，爱渐做亲戚朋友。迄阵的生活歹过，即渐做皮是番薯做的，内底包土豆餡，腰包番薯餡、番薯签餡。讲到嘛爱笑，番薯包番薯。毋过，迄阵无物件通淡散，有通食就痛甲。好，感谢。好，三二你我都读无？可能无方便。安尼，天哪，你干两段都读完，因为最后一段嘛两段尔。好，会使听有声无？有，真有声，声读。互人怀念的番薯料理，嘛有一番薯烤煮盐啊、米粉汤。以早地番薯，这是 TH 地番薯。以早地番薯时，若无落雨，就爱用牛车车水去。黄梨鸭水。这时厝边头尾拢会来斗骹手，规园来塔，这是塔园。塔园路围底来甲暗水，大家无试试，互上人期待的主人家。应该是，我是读主人家啦。主人家会担点心担。应该是讲会担点心担，因为就是小放铺的时阵，大家传嘛，啊，恁兜咧做，恁兜爱传来互食，换阮兜做的时阵，换阮兜爱传来互食呢，爱着担点心担呢。会担点心担来请大家食，一边点心就是番薯烤。这个物件是番薯烤煮盐仔鱼米粉汤，就是三种料。
食过啦。我是嘛捌食过啦，毋过我知影就是番薯壳、烟仔鱼啊米粉汤，当然嘛可能嘛以米粉汤来讲，可能嘛会切一寡芹菜啊三胡椒粉嘛，啊当然这是做汤的做咸的嘛，应该是安尼。我嘛捌食过啦，歹势，你继续。这个时阵，烟仔鱼大出，为甲路顶免油煎，互烟仔鱼切幼幼掺入内去煮，番薯甜甜松松，会青笑，这是青笑的烟仔鱼。会青笑的烟仔鱼上着意，大家食甲连喙齿嘛强要浮落去。这120年外年。这120外年来，番薯互人学落甲是互人学落讲是排毒的好味了后，排毒的好味了后，番薯的滋味是大家的心肝底，又阁有无共的意见咯。好，感谢。我就讲即个迄个啥，社会组的文章无较无好读的原因嘛是伫遮，就是讲伊的一寡用字用词会较深，或者是伊要展现伊作者的功力，啊，就会一寡啥文句的铺排安尼。好，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糋做是啥物物件？是毋是寸做？毋是寸做，敢若毋是寸做是过年时食的嘛，长差不多1-2印子，啊，直径可能差不多较无大人的尾屎遐尼粗。寸做是做啥物款？但是我毋知影这文中写的糋做是啥物物件。伊的糋做我咧想应该是应该是蚵仔是啥物货落捏做一丸仔球，当然无一定爱真正足圆的球啦。原则上是我若无记毋对，阮是拢讲蚵做，阮虽然拢讲蚵做，啊，迄就是对阮兜来讲，可能是清明，无就是人嫁出来的时阵，因为讲是细汉舅娶某嘛，爱糋做行亲情朋友，啊，迄个糋做就是伊讲的嘛。糋做皮是番薯做的，内底是包土豆芽。啊，毋过伊敢若无讲到迄个糋做本身是啥。我的印象中，迄个虽然讲是做，啊，毋过应该是一粒一粒。当然寸做是长的，吼伊即个糋做，我若无记毋对，应该是一粒圆圆。啊，当然迄个料，应该我咧摇应该是蚵仔，为安怎？因为娶某即个代志啊，敢若是为着要啥？什么霸主千孙迄种概念，所以清明会食蚵做蚵仔做的，伊是用蚵仔落，要安怎讲？头前伊只讲啦，烂做番薯册嘛，迄就是粉浆类的食米啊，粉浆类的啥食物了。番薯、蚵仔即种做粉浆类淀粉类嘛，粉浆类的，啊，甲伊做，准备要做粿册迄种物件啊。糋做大概是我的理解，可能是。市场顶看到迄种蚵仔丸共款，蚵丸个。差不多，啊，毋过市场迄种蚵丸是毋是较大粒啊？啊是即马有做啥物？即马较生硬是做地瓜球，迄是用番薯嘛。啊，阮细汉食的是。阮是拢讲蚵做啦，就是蚵仔去做的。啊，这可能糋做，我咧以为应该是即个，还是 Google 找着，我无确定。好啊，所以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其他的想法、看法。Google 这边讲，这糋做是溪湖地区代表性的传统的民间小食面。啊，伊讲是用迄。糯米啊，佮有蓬莱米，一团安尼甲包迄甜的啊，啊，佮用油去
剪互熟，或者是用吹甲吹互熟。伫个过年过节拜神啊，或者是结婚的时阵会做这项物件，就是有好的格调的意思。好格调的意思嘛，吼。嘿。Google 是安尼讲剪做，所以伊讲芝麻球安尼，甲我想的差不多啊。朋友遐我毋知，我虽然是拢，剪做啊，七米遐的食物，毋过伊网碗遐啥粉红啊剪做，可能佫无相款。我虽然食的就是伊迄个外口皮就是食到的时阵是可能算啥物色，咖啡色，毋过无遐深。佫有一个啥物物件？哆啦 A 梦爱食迄个物件，迄种色水。我印象中，我细汉的时阵食到是，当然哆啦 A 梦爱食是扁嘛。啊，即摆剪做这个物件是一粒篮球，当然迄粒球无像就乒乓的球较大粒，就是可能即摆啥，过遐路有咧卖讲啥物地瓜球，啊，毋过敢若比地瓜球较大粒一撮。我印象中囡仔时，有当仔囡仔时迄个寸球较大汉了，寸球可能有真差，因为就敢若迄个啥，最近迄个藏上的福利人吼，内底迄个苏打路啊，啥物吼，就是派一支波头的迄个啊，讲囡仔人迄杯啊，后边敢若足大啊，即马大汉了，那敢若那变一杯仔囝尔呢，吼，所以囡仔人的寸球甲大人的寸球可能就印象就无共款啊啊，所以我看 Google 找到伊提供的相片，我无点入去看影片啦吼，看迄个形嘛，真正差不多，只是色水无啥相款啊尔。所以，因为当然，阮的囡仔人，阮的细汉是顶世纪啦吼，伊即摆伊讲的即个，敢是本世纪的2000几年的时阵，当然影片拢是最近的啦，只是伊的古早味的古早音来偌古早，我毋知影。啊，伊这篇文章就是讲，陈昭荣伊所写就讲澎湖嘛，啊，所以有可能澎湖一寡较特殊遐，啊，毋过目前，有一种食物，可能真正澎湖才有的，迄个叫做啥？澎湖菜粿遐，人讲澎湖菜粿杂念是因为遐个水无遐济，所以伊的菜粿可能是因为水无遐济的时阵，迄生出来拢啊粒粒，袂像台湾本岛的菜粿，逐粒拢敢若足饱水安尼，啊，拢是叫做菜粿。抑毋过伊生出来发出来就无相款啊。乌汤粿，就故意早，可能顶世纪可能台湾就无啥物乌汤粿，敢若法粿嘛。抑毋过法粿甲乌汤，甲澎湖乌汤粿佫无共款。抑毋过即马交通啊、利便啊、材料嘛足济啊嘛。啊，方法就敢若查讲澎湖的做法反正以早台湾毋知的时阵，澎湖迄边有人来。家己就会晓啊，迄嘛无啥物困难啊，也毋是啥物外高啥物技术啊，所以即马咱讲的啥物乌汤粿，可能嘛是真正满世界拢食会着嘛。真差讲你有变化的口味啊，啊，毋过迄个物件我就讲啊，我去个头家食着的时阵，我就讲阿嬷做法粿共款啊，真差是讲迄个乌汤粿是用一步一步细细角角，我阿嬷做法粿是用碗底伫碗内底，抑毋过食着到底。迄气味我感觉无啥物真差啊，就讲迄个，互我食到迄个安怎做的迄个手路，感觉共款，材料嘛共款嘛，啊方式嘛共款嘛，真差是底的时阵，也是讲啥物起顶，还是对人绳摕出来啥，迄个形无共款尔啊，啊食起来就是敢若法粿迄种感觉安尼啊。我毋知各位朋友有啥物共款无共款的想法看法。伊有一个迄个啥脆饼，就是紧食嘛，吼啊！伊讲的一寡情景嘛是，较像样阮细汉的时嘛是食袂少番薯，啊食番薯一食落去就是啦，促进你的胃肠
消化嘛。啊，毋过迄个物件伫腹肚底，伊就会产生空气嘛。啊，产生空气就是会迄个放臭屁安尼啊。所以囡仔时就是感觉足碍尿的啊。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敢有人有即种经验还是安怎？然后即内底确实有几落个词，可比讲迄领，我随看到迄个淡散。淡散即个词，我嘛是学台语了才有学着。啊，然后即个词伫迄个阿夸面，阿夸面是迄个啥？2023年吧，应该2023年吧，还是2024年？啊，2024年，敢是2024年？还是2020？我袂记起啦。就是有一个什么嘻哈大舞台的什么会晓，有算着冠军嘛。啊，然后有一首歌叫做《含名》嘛，新含名，内底就是讲着有用到即个词，伊就讲什么按台南要起来台北比赛的时阵，坐夜车客运嘛吼，上北啊，就炸2支啊粉通去淡散，就是读喙齿芳的意思安尼啊。所以我就讲，真正社会所有文章的利用词会较无遐好读念啦。看卖淡散，对无？迄个用中文解说是解馋、浅尝、消遣用的，而且是细修啊嘛，零食零嘴这种物件。然后伊讲了嘛，皮是番薯皮，搁包番薯安尼，这真正就是迄个啥，无通好食的时阵诚稀罕，有通好食一罐就袂歹啊，免嫌啊。无像即马真正足多，啊，就选择也多，花样也多，啊，出头嘛多安尼。毋知咱台顶个朋友有人想要自头读到尾无？迄个，敢有人即个你要考试啊？好来 ，Karo 你自头到尾试一遍，哦，让我你读个，规篇互你读，啊，其他朋友们你嘛再试。番薯拄你咱照用，番薯是乡人的母亲，靠伊饲阮一代的子孙仔，毋过嘴白。讲到番薯就犯错，因讲缀番薯泡签，规日的拖磨，互因忝甲像老狗。食番薯食甲臭屁一直断，互因下面子。快递讲到番薯就亲像元首人，为啥早前是真侪人食番薯食甲惊，毋过嘛会受空受芳，变真侪好食的番薯料理出来。有番薯是上世上的姊妹，轮饭的时，拢会拜托士大人，爱教阮有番薯哦。阮较枵塞，腹肚内的含蔗糖袂空跌等，番薯就放入去灶空内无偌久，就赶紧拔出来要食。袂当得甲臭干的番薯皮掰掉，大喙开开就咬落去。啥人知是半生熟，更少惊人知，嘛是先甲熟的切切咧，才毋共丢丢，甲一定摕甲密密麻麻的番薯，搁放入去灶空内敷。除了敷番薯，过年过节嘛会做番薯煎。这番薯煎较高工，咱先甲番薯杀熟，南瓜、葱仔、猪、盐、老姜换做番薯脆，先添做一块一块，再烧互圆圆扁扁，尾仔再落油鼎煎。这时灶骹内是芳讲讲，写甲阮嘴软戳戳丁，是大人甲要摆的，扣做一盘，剩下落。互阮读喙空，
我是食甲连嘴遐油油嘛毋甘接起来。讲到番薯，罗啊，记伫上深的是细汉的时，细汉哥娶某爱剪做因亲情朋友，迄阵的生活歹过。这剪做皮是番薯做的，内底包土豆甕，也有包番薯甕、番薯签甕，讲着嘛爱笑。番薯包番薯，毋过迄阵无物件通动产，无通食就痛甲。互人怀念的番薯料理，嘛有一味番薯壳煮盐仔鱼米粉汤。以早缀番薯的时，若无落雨，就爱用牛车车水去园里压。即时厝边头尾拢会来斗骹手，规园来插园落肥，地栽甲压水，大家不言弃气。上互人期待的是，主人家会担点心担来请大家食。即味点心就是番薯壳煮盐仔鱼米粉汤。这个时阵盐仔鱼大出，肥甲落顶免油煎，甲盐仔鱼切幼幼，含入去煮，番薯甜甜松松，配青笑的盐仔鱼上着味。大家食甲连喙舌嘛强要浮落去。这120多年来，番薯互人学了讲是排毒的好味，了后番薯的滋味伫大家心肝底又阁有无共的意义咯。好，感谢啊。所以这篇真正就是有，真正一直感觉到迄社会组的文章啊哩。吼，盐仔鱼当然配合的腔口是盐仔糊啦，伊是读糊啦。啊，当然咱也毋知伊的腔口，当然照咱的腔口读念嘛。伊讲啥？煎鱼哦，原花煎。毋过敢若我印象中，敢若有不哩啊侪人有无共的腔口，毋共的腔口，迄个啥？无共的意见。到底是讲煎鱼的一种，体型为纺锤形，所以这种讲来嘛是悲哀，就是明明台湾是海岛嘛，啊毋过现主是咱2320几万人对海游、对鱼的理解了解煞不哩啊少。我讲的不哩啊少，就是人口数无遐济，啊生活的知识嘛无遐济。凡事我就讲嘛，可能甲有才调读写台语文的人无差太济，因为就讲嘛，会去参加教育部的认证考试的，或者是嘛有参加成大认证考试，嘛甲算来，凡事无甲20万人哦，毋是人数哦，是人哦。当然，歌手在民间伊也用中文、中语的概念去解说，讲他也不屑去考试啦。伊感觉遐拢黑白母的嘛，所以就不屑嘛。啊，毋过当然摕互伊看，伊可能有才调读啦。啊，毋过就是无读惯势，伊就读甲客客啦，对无？教育部遮的文章，你讲叫遐个现主是60岁以上的人，可能有才调读念会出来，毋知有一成无？我毋知啦，反正有啦，无的确啦。啊，即马变成讲对遮个知识啊，因无传落来，啊，就全一人讲一款。即马盐仔鱼教育部是讲分布伫咧台湾的东部甲东南的海域，啊，毋过对这位作者来讲，是咧平湖遐嘛。啊，伊讲互怀念的番薯料理是番薯烤煮盐仔鱼米粉汤。啊，当然米粉汤是安怎讲？单头单尾应该嘛有袂少所在拢有米粉嘛。当然米粉讲也有粗味，我虽然拢讲，虽然拢食着油的啦，啊尾啊就全有较粗的，甚至粗到什物，各有各种种寸尺啊，是 size 我毋知影。吼啊，台北伫迄个台北市的延平北路遐无，3大4大遐有一个什物鸡鱼米粉汤遐，迄种米粉佫敢若佫无共款。啊，新竹的米粉嘛敢若无相款，
甚至是毋是即2年啊，卫福部伫管即种食品的，敢若佫有一寡新的定义还是啥物货吼？因为米粉即个材料，伊的粉浆来源敢若佫有真差，有诶是讲啥物用米还是用啥去做的，所以就变成讲为着要达到食品管理的目的还是目标，敢若讲啥物我袂记得伊详细定义是啥物货，就讲分做米粉甲炊粉啦，敢若是安尼真差，所以这变成讲伫制作的时阵，伊爱考虑着讲，迄个物件的材料的比例是啥，这当然对咱一般的迄个啥食食来讲，反正合你的口味，你就好食嘛，你就感觉好食嘛，若无合你的口味，可能送你你嘛无爱嘛，所以转来这篇文章就是讲。自头到尾就伫笑脸含字安尼，尤其最后就是讲，这120多年来，红俄罗斯排毒的好米，哪个有无共的意义安尼？然后我就讲，社会组的文章啊，即内底灶骹内、心肝底即种，什么所在的一个算啥地方附属项，对无？还是路里、街里，厝内。心肝底，当然即2工啊，我看到有一个人问一个问题，伊讲到底是心肝内还是心肝底？我的语感是敢若拢有咧，我无确定到底真是有啥物共款无共款的想法看法，看嘛伊是敢若当然用心肝去查的时阵，到底是有骨落的字词啦。毋过我看卖啊，心肝内、心肝底，敢若有心内无心肝内。毋过伊敢有用啥物共字词还是啥物货？心肝内伊有一个心肝内，毋过伊无迄个啥画线，讲你会使去知影心肝内是啥物货啊？若用心肝底咧，伊即摆文章是用心肝底嘛，所以过来就是讲，最后时间甲我想要讲的是，到底无收心肝底，敢若有一个心肝内，所以我的语感是。心肝底、心肝内，敢若拢会使用。若硬要分的时阵，我的语感是敢若若准你伫谈情说爱，可能是用即个词；另外你就是用另外一个词。可要讲啥物？代志互你母甲一粒头2粒大，头壳摸咧烧，安尼可能你的语感是用心肝底，你咧谈情说爱时阵，可能用心肝内。人硬要分，嘛有可能另外一个是对倒摆的，头壳摸咧烧是心肝内，谈情说爱是心肝底，啥物心肝应该安怎拄安怎嘛？这当然，我就讲可能是看个人的语感，因为即个作者伊伫即篇内底是用心肝底，毋过心肝底目前到顶是完全无即个相近的词，伊敢若有一个心肝内尔，伊无画顺。最后我想要讲的是。即2篇文章啊，有出现共一字，毋过迄共一字应该无共的音，就是变化的变，甲变声版的变。顶一篇文章第1段第3刷嘛，我是读经济变较好啦，我读变啦，伫12篇的即篇汉字的滋味，第1段上尾一段。变真侪好食的番薯料理出来，当然，我的直觉是安尼读，敢袂使读另外一个音，我毋知，我毋敢讲毋对。总是变即字甲变即字啊，可能伊就是有无共的意思，可能各位朋友可能你家己去查过到底的定义了，你才翻头转来看觅，你到底要读倒一个音。我会读，因为你罔参考，我毋敢讲我
讲的绝对正确，讲别项无正确，我毋敢安尼讲，只是我的直觉是安尼读啦，互你罔参考安尼。我会读经济变较好啊，经济变较好啊，变真侪好食的番薯料理出来安尼。我是安尼读啦，互你罔参考。毋知咱台里嘅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安尼，好，请讲，好，志源讲。即期即个115年台语认证考试，敢若是报名时间敢若过啊？早就过啊，即个你要考试啊，嘿啊。哦，因为我看伊敢若无4个的，就是上关级的、上高级的迄个。哦，伊无即项的。迄是伊敢若自2023年开始啊，3月是考 A、B、C 3卷，啊，后来是考 A 卷、B 卷安尼。过去等于是进是2026年嘛吼，等于是2023开始，23、24、25、25啊，这4年拢是3月有 A、B、C 3卷，啊，后落的时阵就 A 卷、B 卷。啊，为啥我讲后落是因为原底去年进前后落敢拢是8月初考，啊，毋过今年就是变成7月底考啊。啊，未来会安怎变化无？毋知影，因为讲实在，可比讲伫台湾，我所知是遮个啥物外国语言啦，吼，迄真正英语、日语、法语这啦，吼，一年通天可能原来嘛真侪考试就对啊，啊，所以台语嘛差不多就要变成是外国语言啊，对不哩遐侪人来讲，因为昨敢是考日语啦，英语的部分，我即久无去考，我毋知影，反正就是。敢若一年拢有1届2届吧，因为考即种外国语言的人，敢若嘛原来嘛袂少，甚至有到几万吧。因为台语除了2022年的款吧，我袂记起来。除了若准我是2022，我袂记，迄年是8月，后落的时阵是20044个人报名，当然。大部分的考试拢袂讲报名的人，大家拢到位啦。总是有一半个啊，伊就是临时有代志无去考的。啊，总是以报名的人数来讲，台语就是讲2022年迄届后落上多20044个，过来就无啊，进前嘛无，就敢若独迄届8个考试是20044个，剩咧进前退啊一直到目前为止，无甲一届超过2万个。啊，毋过若英语、日语这哦。今年我无去看资料，毋知影。迄日语、英语可能拢关系。想到5万的数字，我袂记起来。莫讲几年啊，是1届我袂记啦。反正就是有几落万就对啊。啊，因为这英语、日语就是，可比讲以日语来讲，就是你要去日本读册用的。啊，英语当然可比讲，TOEFL 加 GRE 还是 GMAT， 这是要去美国读册用的。啊，当然啦，去英国还是法国，法国法语的考法嘛。啊，台湾家己是多语甲迄个GLPT 晓我袂记，GLPT 还是啥物我袂记，就是台有一个语言中心咧办的一个，所以其实单头单尾即种外国语言，吼，歹势嘛，甲台语当做外国语言，的考试是不哩啊济。啊，中文中语的部分。伫台湾受即种中华民国教育体制内底，自小学开始就是达不时就咧考试啊，那会个需要办中文中语的考试。我是毋知影外国人来台湾学中文中语的时阵，敢有即种，因为中国迄边有啥物汉语水平吧 ，HK 啥物会晓，我袂记得，因为有前几年就是拢有人来分享一寡中国迄种啥物汉语水平考试的题目出来，互大家评判，你知哦？就讲啥物等一下，冬天的时候衣服有多少穿多少，夏天的时候衣服能穿多少就穿多少啊！你到底是啊？怎么外国人是像咱读甲讲去安尼？哦，我无讲这。我喜欢上一个人，好不好？迄是汉字叫跳高白讲，什么？哦，我喜欢一个人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呢？迄就是有一句有一寡话句，伊就是有歧义啦。就讲你伫无共个语境的时阵，会使
该读出无共的意思，吼。所以这嘛算是啥？语言伊复杂，而且是趣味的所在。当你深入了，你会发觉到内底一寡真有路的警察。啊，这种有路的警察其实离台语差不多不了济有这种情形啦。只是目前台语的考试敢若还未发展到像像这么有路的，所以这以台语来讲，可能还有不了大的发展的空间啊。好，唔知咱台语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志源若后要考试啦吼，伊后一摆当然啦，准讲无其他意外，应该是今年11月、12月是报明年3月考试吧。啊，4月是报7月、8月考试，目前敢若是拢安尼安排安尼。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最近咧读的即个教育部朗读稿，即个是读114年度载篇12篇，就暂时先到遮。感谢台顶的朋友做伙来读念，感谢台下的朋友听我咧顶悬网读、网分享、网交流。安尼今日读到遮，感谢，谢谢，拜拜，再会。再会。